祝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大家伫阿群妹青好色的饮料是乜嘅冇？同款啊，冇唔错，就是蜂蜜水、葡萄水。唔过用的色就当好色咯，唔过那时节色全部就当好色。唔过啊，呀葡萄啊，除太当好色以外，佢还做得，哎呀，西门银糖到木做为白金的养颜美容哦。唔过啲啊市面上用爱寻到健康的、对身体又好的、又会增进的葡萄，其实唔系咁简单的事情。你今日节目底度就会来收集好的葡萄哦，家家来分享今日你的来宾，佢系当后生的葡萄，家家来分享，佢就系儿园，欢迎你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好蜜负责人女儿园。那我今天带来我们三好蜜的蜂蜜，还有蜂蜜果酱，还有蜂王浆，还有蜂蜜醋。很年轻吼，儿园。对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今年刚满26。哇，所以其实你才毕业没有多久，你就决定要做家里的养蜂事业，因为你们家之前过去就是在养蜂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从我外公开始，大概养蜂养了30多年。那外公过世之后，就由我舅舅来接手这样子。那我从小就很喜欢吃蜂蜜。那小时候因为外公有养蜂嘛，所以吃蜂蜜的话都不用烦恼。哇，好幸福哦！对啊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甜的东西，但是我又不喜欢吃像那个白糖的东西。为什么？你觉得蜂蜜跟白糖的差别在哪里？因为像蜂蜜它是有天然的葡萄糖，它是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。但是如果说白糖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被人体吸收，反而会造成就是健康上有负担这样子。哇，所以你从小就可以吃到家里弄的蜂蜜。对，哇。可是就是自从因为外公过世之后，我还是很喜欢吃蜂蜜，所以我就在市面上就寻觅觅，但是我都找不到，都找不到记忆中那种就是外公养的蜂蜜的味道。所以你之前就是家里没有蜂蜜之后，你在外面找的蜂蜜，你大概会是在哪一些通路找？因为像我可能就是超市，或者是有一些面包店。有一些卖面包的手才，他可能会有卖一些他们用的一些蜂蜜，合作的一些蜂蜜。我想知道你大概会是在哪一些通路寻找你想要的蜂蜜？像超市上也有，然后像平常可能观光地区的话也会，就是也有吃过，不纯砍头那种。对，然后就会买来吃吃看，想说搞不好就是跟记忆中的是一样，但是吃来吃去还是都找不到那个味道。你觉得外面的找不到味道，是家里记忆中的味道有哪一种特别的味道，让你觉得我一直都找不到？我觉得就是外面吃起来好像都有一种人工糖的感觉。哈，真的哦，糟糕。你可能太甲追某案件，所以某嘛该出来。所以当你就是找不到你记忆中的那个味道之后，那怎么办？那我就回来就跟爸爸妈妈讨论，我就觉得说，以前的蜂蜜怎么都就是没有人接手这个记忆，那我就兴起这个念头，想要再回来就是养蜂。对。那在你过去的人生经验，不管是就学好了，或者是你小时候有曾经去帮外公，就是在蜂场里面养蜂场里面帮忙吗？应该不太可能吧？其实有点危险。小时候的时候有跟外公去巡视蜂场，然后那时候还小，然后就是有被蜜蜂蛰了几下，那时候就对啊哇哇大哭，后来就不大敢再去，就只吃蜂蜜这部分。对啊。那念书呢，就是有念相关，就比如说农业啊，还是说其他类似的相近的科系？我大学是念英文系啊，英文系，对，所以跟农业好像没有什么相关。那所以就是除了记忆中想要找回家里蜂蜜的味道，让你想要回家接手家里的养蜂场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原因吗？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个蛮注重环境生态的人。那我就发现，我们蜜蜂其实跟我们生态上有非常大的连接，因为我们80%的花还有蔬果都是靠蜜蜂来授粉。没错。那像现在因为环境影响，还有农药就是滥用嘛，使得我们的蜜蜂就越来越少。那我就希望创立我们这三好蜜的品牌，不仅可以让大家吃到好的蜂蜜，那也可以让消费者感受到我们蜜蜂是对我们的生活，或者说对我们的环境有多么大的重要。没错，因为像我之前就有看过一部电影，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观众朋友有看过吗？
给黑讲有它是讲蜜蜂的故事，然后就是这些小蜜蜂们，它们有一天越来越少了，然后导致花卉也越来越少了，就是因为亚得有伐，之后我们得搞伐，花就没有办法授粉，因为没有了蜜蜂。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农作物都是因为蜜蜂的数量变少了，所以导致他们的农产也变少了。对，所以蜜蜂，像农药的滥用或者是天候的影响，我们蜜蜂也会灭绝的比较多。对，所以其实蜜蜂真的是养蜂育蜂的，真嘅係一件冇咁簡單的事情。除了環境以外，你看愛照顧按到細細的蜂誒，我覺得蜜蜂它是非常脆弱的生物，它就這麼小小的一個。对。然后你可能就是它可能一生气，它就蛰了人，然后它可能它就自己就死掉了。对，它自己就死掉了。所以其实蜜蜂真的很脆弱，又蓬又在你懂辛苦，所以我很好奇，当你决定要接手家里的养蜂事业的时候，家人有什么看法吗？刚开始就是家人是非常的反对，因为养蜂啊，当蜂农这是非常的出众，然后也几乎圈子里面都是男性比较多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这个圈子里面大部分普遍会是男性比较多？他有什么相对比较出众的工作吗？因为他的工作环境都是在户外，然后需要日晒雨淋。那像我们采蜜的季节也是，需要扛蜂箱。那像蜂箱都是都有好几公斤重，一个都带这么大吧？对，这么大这么高，所以几乎都是男孩子在扛。对。所以你觉得当初你在接手的时候扛蜂箱，有觉得这个扛蜂箱是蛮吃力的，就是一个人，他们可能一个人可以扛2个，我就只能扛1个这样子。所以爸爸妈妈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我要去做一个女孩子家就晒得黑黑的，然后去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也蛮漂漂亮亮。对啊，偶尔还要被蜜蜂蛰。还是肿起来这样。所以其实被蜜蜂蛰应该是常常有的事情。对，但是就是如果防护做得好，其实是不会被蜜蜂蛰。但是家人后面有赞同你吗？有啊，就是他们觉得，我的理念就是想要把好蜂蜜带给大家，然后同时就是，唤醒大家消费者对这个蜜蜂跟我们生态之间的连接，所以他们是很支持我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没错，一方面黑懂支持，就黑猫耶啊，会接受不可爱思念，不过一方面又知道很心疼，就是一个女孩子不能漂漂亮亮，但然后要做这么辛苦的工作，而且啊，其实不只是亚天事情懂辛苦。其实儿园你自己还有一份正职工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白天的时候还是在科学园区上班，然后就变成只有晚上还有假日的时候可以帮忙。哇，晚上？等下你刚刚说晚上，安不死的有去养蜂场，安不死的有去养蜂场可以做什么事情？我们晚上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巡视蜂场，然后巡视一下蜂箱，看一下我们的小蜜蜂，就是它们的粮食足不足够，或者是说有没有生病。如果说粮食不足够的话，我们就要补充他们的能量。对，哇，所以其实真的很辛苦，没按简单的事情，一直条爱送一般的上班，按不时条好像去顾棚哎，没按简单。那我觉得其实年轻人可以回到家乡做这种传统的产业，其实一方面很不简单，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年轻人会有很多新的想法、新的创意。你觉得你回家有想要改变家里原本传统的养蜂场哪一些部分呢？像我们的容器啊，还有我们的卫生，还有我们的包材，我们都下了蛮多的苦心。传统的容器是用什么东西来盛装？他们可能是用一般的，比如说汽油桶，像我们就是白铁桶，然后我们在装瓶之前都有买那个细纱网，一瓶一瓶都要先过滤好，确保里面是没有杂质的。对，因为我曾经有买过蜂蜜，里面是有什么蚂蚁，对对对，还是说感觉有就是一颗一颗，我不知道那可能是蜂巢还是什么，是那个蜂巢的蜂蜡吗？之类的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脏东西。对，那我们在装瓶之前，我们会先就是过滤好，确保里面都是干净的。那像在容器的使用，我们也是使用玻璃，我们不会使用塑胶来盛装这些蜂蜜。对，因为其实像塑胶类，不管是刚刚你讲的汽油桶，或者是一般的塑胶桶，可能塑胶的部分它都会融入一些可能会有塑化剂，都会溶出。对，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注重。了解。那像是在因为一般传统的蜂农对于蜜蜂，我其实看过
很多蜂农他们在采蜂蜜的时候，或者是开关蜂箱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就会有1-2只小蜜蜂受伤。对对，因为我们是把小蜜蜂当成我们的伙伴，所以我们在采蜜的时候，那时候是非常就是动作非常迅速，可是我们动作非常的慢，因为我们是一定要注意到小蜜蜂它们是有没有可能被压在哪里。我们开蜂箱、关蜂箱的时候，我们都是非常小心翼翼，就是确保上面没有蜜蜂，我们才会做这些动作。无简单吼，后生的小阿妹的，对呀，舞卡的传统的育蜂场有新的做法、新的改变，还有按到哪个新的事情要同大家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哦。好，分享转到福喜来嘅节目，我是总一群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地都爱同大家小记，当后生嘅蜂农，佢喺儿园，佢带来嘅蜂糖同大家来小记哦。刚刚儿园有跟大家提到，就是你们对蜜蜂其实是跟它像朋友的关系，而不是它就是你们的就是赚钱的工具，它其实是好朋友，而且在开箱跟关箱，甚至其实在很多步骤你们都是亲亲的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像是采收的时候，也是轻轻的吗？所以我们采收速度就跟其他人比起来是非常非常慢，因为我们开蜂箱的时候一定会确保蜜蜂没有在上面，我们才会继续下一个动作。那在关蜂箱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要看蜜蜂还有没有剩余的蜜蜂在上面，我们才会去做这个取蜜。对，那因为我还有看过有人是会喷那个烟。这个做法是喷烟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要把那个框拿起来，就是要采的时候，对，要把那个框拿起来。如果说不喷烟的话，可能蜜蜂它们会就会受惊吓，然后会蛰到我们，所以喷烟会让它心情稍微稳定一点。对，了解。所以其实，在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，就是你们家的养蜂场。哇，所以这个是在本来养蜂场的地方，还是说这是移到其他果园？这是我们今年3月到5月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要收龙眼花蜜，所以我们就将蜂箱移到我们的南投。对，哇，所以你刚刚说3月到5月的时候是采龙眼蜜的期间，对，龙眼蜜3月到5月。那像是因为其实蜜蜂很容易受农药影响，蜜蜂可能采到有农药的花，它可能也会受伤，或者是可能会死掉，因为有农药的关系。那你们是怎么挑选果园？因为这样蜜蜂要去，它就一定不能去有农药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将蜂箱移到我们那个龙眼树林的时候，一定会先跟果园的主人确认说，我们那一段时间是不喷农药的。因为如果说喷农药的话，我们会使得蜜蜂大量的死亡，所以一定会先跟他们再三的确认说，我们这时候是不能喷农药的。所以应该有固定的合作的龙眼农，对不对？有，就是我们每年固定都是就是一样的龙眼树林，然后我们去放蜂箱，然后采龙眼花蜜这样。原来是这样。但是其实虽然蜜蜂蜂也是一种虫但是其实它也会有病虫害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，像现在这时候，因为花园还有蜜源不充足，所以蜜蜂会比较容易生病。夏天的时候是花园蜜源比较不充足的。像如果春天的时候是蜜蜂最强健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最健康，比较不会容易生病。但是像现在啊，因为太热了。所以，他们也不会出去采蜜，那就等于他们很容易生病。像我们蜜蜂最常见的病虫害就是蟹螨。蟹螨，螨是尘螨的那个螨。对。那这个螨它会对于蜜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会使得蜜蜂会让他们就是大量的死亡。对，那比较像传染病，就是一只接一只的。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，应该要怎么处理？因为如果说可能。一只得到了，可能渐渐的就会扩散。所以我们像现在我们晚上都会去巡视蜂场，如果说有发现这个病虫害的话，像现在我们有普遍市面上有2种方式，一个是比较化学药剂的部分，那就会伤害到蜜蜂还有我们环境的部分。那我们是使用比较天然的药剂，那这样子，所以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。对，所以可能就是要把治疗的时间拉长。对，治疗时间拉长。然后效果可能只有短暂的这样子。
我们还是要时常的去关心一下它们。所以其实用按的方式，用田野的药给来照顾棚诶，所以你花的心思、花的时间就需要比较多。对，哇，好辛苦哦。所以其实像一般育棚的按辛苦的事情，谈讲你农业务农，人家种田的人都会有一个叫做1/3的理论，他是说1/3给老天，1/3给虫或鸟，1/3才是自己的。我听说你们其实有一个1/3的理论。对，像我们收蜜的时候，我们只有收2/3，那1/3都是蜜蜂的食物。那像如果说像现在花园蜜源不足，那我们也是会把我们收下来的蜂蜜再跟花粉揉成花粉团。哇，对啊，所以我是买第一杯糖豆，还永远老葡桶赎证了以后，还有还给他的。对，我们还会再还蜜给蜜蜂。哦，所以你刚刚说把蜂蜜跟花粉团揉一揉，对，要放在哪里？放在蜂箱上，就是蜂箱打开放在它们上面，所以他们就会来吸取那个花蜜那个汁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哇！那第一杯糖豆永远一样。采蜜蜂蜜，然后还把蜜要还给蜜蜂。那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的，就是有龙眼蜜，还有像我常常吃到的是龙眼蜜、荔枝蜜，还有百会蜜。所以其实你们也有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有，但是因为今年气候的影响，所以我们荔枝就比较少，就没有收。我们今年就是收龙眼跟百会。龙眼跟百会，今天其实也有带来。对，那这两只，这一只是百会蜜，然后这一只是龙眼蜜嘛。那我来吃吃看，再来跟泰嘎贡。这是百花蜜、百会蜜。我先吃另外一个。量重冇 Q 用哦。泰嘎可能一般就会好生龙眼蜜，大家可能一般比较喜欢吃龙眼蜜。你刚刚吃到奶同泰嘎冇 Q 用，我比较喜欢吃百会蜜。像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百会蜜。为什么？因为龙眼跟百会它比起来，龙眼它味道会比较重一些，然后也比较浓一些。可是我觉得百会它是因为有很多的花种，所以层次上会比较丰富。对，我觉得其实百会蜜会有一种草本的味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我就觉得它很多花香，对，它的味道很多种，可以交织在一起。可是龙眼蜜就是单一的花种，就是龙眼花的味道。对，然后它非常非常甜，有些人可能就是跟蚂蚁一样爱吃甜的人，他就很喜欢吃龙眼。对，会喜欢吃龙眼蜜，而且我觉得龙眼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味道，它可能就是会觉得，我觉得跟蜂蜜会很搭，不是柠檬，蜂蜜柠檬，蜂蜜柠檬，龙眼蜜跟柠檬，我觉得那个味道是很搭的。可是百花蜜，我觉得它可以很搭，很融入在各个食材里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像平常早上也可以当抹酱使用，就是吐司，对，就夹在吐司上面。所以其实龙眼蜜跟百会蜜比起来，百会蜜的数量应该是比较多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像龙眼的话，就是3月到5月是龙眼花开的时候，那百花可能就是再多1个月，像5月和6月这样子。了解。数量也会比较多。那像是龙眼蜜啊，刚刚你有说要去南投那里采龙眼蜜，那大概是要去多久的时间？像前年的话和去年我们天气比较好，我们就会待上大概2个月。那像今年因为有寒害的影响，那我们今年就只有待1个月，所以产量比起去年也少了2/3，等于只有收了1/3。所以是因为花的数量少了，对，花的数量少了，所以没有那么多的花蜜。那你刚刚是讲说去到南投是全部的蜂箱就搬到南投去？对。那因为我之前曾经是糖沟有引到捧熊板都配类批蜂，就是可能要采龙眼蜜的时候，然后它的蜂箱就可能会被偷走。对，像我没有特别注意这部分，所以我们人都要待在那个蜂场那边。晚上的时候要特别顾着它们，才不会有怕有人来偷蜂箱。哇，真嘅迄种辛苦，第一本落迄个素菜，然后捧熊板都有牛年蔬的素菜才可以采龙眼蜜，然后又还要在那边顾，
然后平常又很辛苦，一个女生又要搬上搬下这么重这么多的蜂箱，你有没有曾经觉得很累，想要放弃？体力上，当然是有时候没办法负荷，就会觉得说好累哦。但是如果碰到客人，他们就会说，只吃我们家的蜂蜜的时候，就会让我继续坚定的下去。会很开心，觉得有人支持你的理念，对啊，也支持你们家的蜂蜜，对不对？因为像现在，好的蜂蜜是蛮难找的。那像客人一吃到我们家的蜂蜜，他们就不会再去买其他家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。就像你说的，好的蜂蜜很难找，那要怎么样跟大家讲一下，有没有一些简单的，或者是最方便的、最正确的可以判断蜂蜜真假的方法？最常见的方式的话，可能真蜂蜜的话，它的泡沫会比较多。加水之后摇一摇的泡沫会比较多，然后也比较不会散。那如果说假的蜂蜜，它可能泡沫没有那么多，摇了之后也很快就会散。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结晶，通常比较有结晶的蜂蜜比较有可能是真的，但是这些都只是其中一种方式，也不能说100%确定它就是判别真假蜜的标准。对，那这就是一个大方向，太搞都在参考啦。可能有很多的泡泡，还有结晶，太部分大部分就应该是真的了。但是是不是真的呢？其实还有很多辨别的小撇步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跟同大家讲哦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，家下同大家小記嘅當到好色咧捧糖，阿權妹是都特歡喜嘅。雖然嘅捧糖懂營養，不過其實含有另外一項東西係含加營養哦，是什麼？就是蜂王乳。蜂王乳比蜂蜜還要營養，而且你們也有這樣子的產品，對，可以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蜂王乳到底是什麼嗎？蜂王乳就是工蜂採集花粉還有花蜜，它再經過它們的嫣紅腺所分泌出來的，叫做蜂王乳，又叫做蜂王漿。那蜂王漿它是女王蜂的食物，所以一般的女王蜂它因為有蜂王漿，所以可以活大概4到5年。那一般的工蜂，因為他們沒有蜂王乳這個食物，所以只能活差不多1到3個月。所以呀，其實係膨嘅低度的養生極品，是蜜蜂的養生極品，對不對？對，也是我們美容聖品。美容聖品，所以它是吃了可以養顏美容嗎？對，它可以養顏美容。哇，大家有看到亞素烘牙膏冇？亞素烘牙膏動態膏呢？韓國你看牙黑馬該，這是什麼材質？這是陶瓷的材質哎。對，這裡面裝的就是蜂王乳。而且它其實我剛剛聽那個兒園講，它裡面是冷凍的哎，大家有看到冇？要低度黑像本庫用哎是冷凍的。我們蜂王漿一定要儲存在冷凍室裡面，才可以保持它的活性還有新鮮度。哇，所以它可能在採收下來之後就要直接進冷凍了。對，一定要。而且像其實這個罐子，玻璃的罐子，不是陶瓷的罐子，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陶瓷的罐子裝。因為像一般的話，它是用壓克力。那像壓克力，他們可能用完就只能丟，是屬於拋棄式的。對。那我們是想說，可以用陶瓷密封罐，那讓客人就是在吃完之後，還可以再重複利用這個罐子，當做儲物罐來使用。可能可以放一些調味料啊，對，或者是一些麵粉啊什麼的，很好用，兼具環保和美觀，而且它很有質感呢，對，超漂亮的。因為我們蜂王乳是非常稀少的食物，那我覺得我們應該選用這個容器來盛裝，這麼稀少，但是這裡居然有超大一罐。對，韓國阿權妹呀，我呀他就會來吃看吶。我以前吃蜂王乳，其實我有一點害怕。蜂王乳的口感是酸辣，對，比較特別的味道。我以前怕怕的。好，今天 Video 福喜來阿權妹又來吃看吶。它真的有一股酸酸的味道，所以蜂王乳蠻適合加蜂蜜一起使用。哦，對嘛，早說。所以加蜂蜜，它的味道就會比較的溫和，也會比較甜，會比較甜，就像冰淇淋一樣這樣。哦，那像你們家如果要吃蜂王乳的話，你們都怎麼吃啊？因為像這個就是你知道，可能一般的小朋友可能不太能接受，有點辣辣的。
所以我们的蜂王乳，我们还要预留一些空间给客人，就是加蜂蜜进去，然后稀释搅和在一起。所以就是你们的就是蜂王乳这个里面不会特别装很满。对，我们不会装满，就是再加蜂蜜进去。可能大家买一张衣服卡，就做在跳的会蓬头，韩国安内拉拉，然后就可以冰起来了。对，想吃的时候就可以从冷冻库里面拿出来，挖2口就可以吃了。想吃冰淇淋的时候就可以。想吃冰淇淋，所以这个是你们家的冰淇淋。对，好高级哦。夏天都是每天晚上要来吃的一次。每天都吃1匙就对了，好高级的冰淇淋。那其实像蜜蜂可以制造这么多东西，可以制造出不同口味的蜂蜜，还有蜂王乳。其实你们还把蜂蜜做成了甜点，就像我们这里看到的，有蛋糕、饼干，还有其实好像还有餐包之类，对不对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？这是我们因为想要推广就是以蜂蜜来取代糖这个概念，所以我们推出了有蜂蜜马德莲，还有蜂蜜伯爵，还有蜂蜜坚果饼干。哇，这个是餐包吗？对，这也是里面有加蜂蜜，然后我们糖都有减量，这样糖都减量，然后其他的就是蜂蜜，就是换成蜂蜜。哇，某桶全部分都膨桶哎，全部换成蜂蜜。那我来吃吃看，这个是饼干，杂粮饼干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加了蜂蜜和坚果。而且它不是硬硬的那种哎，它是有点湿润的。对，因为加蜂蜜进去的话，它可能会软一些。这是跟谁合作做出来这些很精致的甜点吗？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是专门在做这些甜点，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蜂蜜给他，那他就会来做这些蜂蜜的糕点。所以把蜂蜜拿回去取代糖，然后做出这种比较低糖，然后又比较健康的很精致的甜点，对不对？那我来吃吃看另外一个马德莲。我也好喜欢吃马德莲哦。这个蜂蜜的味道就很明显了。对，这蜂蜜的味道很，因为它是蛋糕类的，然后我就会觉得你可以懂清楚吃到给蓬桶的米西，哇，然后蛋糕这样软软的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它吃起来不会很腻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蜂蜜的关系，让它减少了那个糖的甜腻感。对，那除了这个甜滋滋的好吃的健康的甜滋滋的甜点以外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感觉上很甜的东西，但是其实它也很特别，它是果酱。是什么的果酱？这是我们的蜂蜜玫瑰果酱。那我们的玫瑰是跟埔里农会契作的花农一起合作。那他们提供就是有机使用的玫瑰花瓣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蜂蜜熬煮而成的。哇！而且你看，其实现在挖一口1汤匙的这个蜂蜜玫瑰果酱。它里面都是有碎碎的很多玫瑰花瓣，是看得到的，这都是可以吃的。可以吃，因为那时候是食用的玫瑰。哇，我有吃过玫瑰的果酱，但是我没有吃过玫瑰蜂蜜的果酱。然后它玫瑰的味道很明显哎，就是你会吃到很香的玫瑰花的味道，就拿一束那个玫瑰花，然后这样子闻，但是其实这个味道是在嘴巴里。对，就是不仅有蜂蜜的味道，我们还有玫瑰的味道。而且这个应该不只是可以拿来抹面包，其实也可以拿来泡茶，对不对？像蛮多客人他们喜欢当做花茶来使用，就是在水里面加了1匙的玫瑰花果酱，就可以当做下午的花茶。哇塞！你看又有蓬桶作为甜点，然后又还有蜂蜜可以泡的玫瑰花茶，哇！还有其实另外一个很特别的，但是我想这个你应该没有办法不用糖了吧？这个是醋哎，醋应该要用糖了吧？对，我们醋一定要经过糖来发酵，但是我们是用麦芽糖，不是用一般的白糖。哇，其实麦芽糖跟一般的糖是不一样的，而且麦芽糖是对身体好的单糖。它不是一般对身体很难吸收、很难代谢的糖，所以用麦芽糖来做成醋，其实成本应该也很高。成本蛮高的，然后又加上我们又加了花瓣，有机食用玫瑰下去，里面也是有玫瑰花瓣，太阳都有看到东东的玫瑰花。对啊，所以这是蜂蜜玫瑰醋。蜂蜜玫瑰醋，那奶素烘呀它没有一比。那我印象当中喝醋很怕的就是吞下去之后会有一种灼热感。好，下来喝喝看哦，看你们家的会不会。超顺的，
它完全没有卡住，完全没有灼热感，而且其实因为我们要喝到没有灼热感的醋，可能要稀释非常多的水，对，然后就会变得味道很淡，然后只有一点点的酸味，像调味水那样子。可是其实这个不会。对，因为我们是用蜂蜜醋来纯酿而成，所以没有像市面上他们可能是化学合成的醋。真的耶，这个喝下去就是虽然它完全没有卡住的感觉，没有灼热的感，但是你还可以感受到它非常非常的甜。我好喜欢这个哦，这个超好，它应该很受欢迎吧？对，这是非常大家抢购一空的新产品。这是招牌哦，对，超受欢迎的，因为这真的很厉害，我真的觉得要爱青好生哎，真引斗后生。韩工其实除了你们在产品上面非常的用心，在包装上面也非常用心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像我们因为非常注重环保，所以像我们出货的纸箱，我们都是使用回收再利用的干净纸箱，确保就是可以大家再回收利用。对，就像而且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了这个罐子，要到国内泰卡梅黑州的回收利用的，所以其实不管是你的品牌成立的初衷、跟你的理念、跟你的经营方式，其实一直都是在保护环境。而且其实你对于这个保护环境，最近还办了一个活动。对，像我们在9月4号举办了一个净滩活动，那我们的地点是在浅水湾。那我们号召了非常多人一起来我们沙滩上来捡垃圾。你是自己办这个活动的吗？对啊，而且我们还提供了每个人1份的蜂蜜餐盒，里面都是有我们最近推出的蜂蜜马德莲。然后这个活动不用钱。不用钱，活动完全都是免费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环保。哇，那报名的人大致上就是你是怎么把这些讯息公布出去？那是谁来报名这些活动？我们都有将我们的讯息公布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。粉丝 FB 要搜寻3好蜜，3好蜜就可以看到这次的活动。那是因为亚拜啊，你播出的时间离家的潘发通的时间，哈群啊有稍微赶一点。那下一次还有可能会办活动吗？下一次我们还会再举办像这样子的净滩活动。净滩活动，大家都我们也是会放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。大家会好了，关注一下家的我的粉丝专业哦。韩国要知道要这样发通哎，利益非常的好，就是我们可以想要保护环境，去保护海滩，然后也可以认识这个对环境好的小农，对环境好的品牌。今天很开心，欢迎到儿园来到节目现场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听听欣赏好好的周运通。